多谢明咱来关心高雄的南马社，因为落几啊天的大雨，台29号线4公里半的所在路基拢扣了。公路局昨下晡赶紧开通一条卫生道路，好5栋以下汽车会当过。不过南马社差不多1600名居民在地这个区长就讲，若是继续封路，物资上济，敢会当维持3天至4天，连在地加油站都无在着营业。第29线4.5公里所在，路规个棒棒去，涂骹拢是大细粒的石头。我近看一半道路，就亲像崩山，看起来真危险。相关单位派怪手来修理路面。路基落落去的长度差不多500公尺。昨下晡，驾乘干务单线来拍通卫生道路，将第29线接马雅联络道路开放给5栋以下细台车行驶过。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非常不好走的，尤其是在我们的台29线4.5K，它是整个泥泞的，而且是没有所谓的安全护栏这些的设备受到小林雪落大雨影响，那路边落落，大卡努瓦里因为水源头也起塌起来，顶个月月底土沙水一直冲出来，土石因来到厝内，上少16户受到影响。小孩子现在都用棉被打地铺睡觉，一个晚上都没有办法休息，都一直看那个水量有没有变高。那马社区长期住伫咧遮的人，差不多1600个人，先暂时撤离550位。区长讲，主要道路若阁继续封路，目前的物资就计可能当维持3、4天。已经关了啊！若落海去，互当地的加油站油散袂起来，生理嘛无法度做。我前2天是下大雨的时候给区公所加油。我就乡民说，你们都先不要加油，因为他们比较重要，因为他们要下去，然后工程车都要加油。今日附近民众因头处理拢是土沙水，趁天气好天，有人赶紧摒扫，有人赶紧抢修农作物，等待风雨过。民众希望道路赶紧拍通，恢复正常的生活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